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在咱今仔日的节目当中，我非常的特别要来访问的是我的朋友。你听到我用台语开始讲话，你就知道今仔日我的这个节目这集一定是台语用的量会非常的大。你若登记有你注意我的讯息，你也注意到我这几年都有跟金枝演社有很多的合作吼。金枝演社的演员们，除了是在剧团有重要的演出以外，还有自己个人的真侪表现。今仔日我要为大家访问的是其中的一位迄个重要的演员，也个另外一位幕后的工作人员，也毋过伊即届伫即个我要介绍的即个戏内底，伊所负责的是编剧的角色。OK， 我先跟大家介绍我先为大家介绍我们的演员好了哈。这位是温中李允中，温中。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枝演社的团员，或者做温中。温中无看到人向我说袂晓演对吧？哈，无看，突然抓不到我 Q 你，对不对？对啊。OK， 好啊。另外一位是咱这届编剧叫杨舒凯，舒凯你好。你好，俊杰好。好，舒凯就爽的吼，准备要去英国佚佗。我这礼拜要迄个要出来啦，拜六透早。你要几工？10工。10工哦。无啦，迄毋是佚佗啦，迄个算是咱讲迄孝亲行程，你个知无？因为阮姊啊，伊要迄个毕业嘛，伊就有问阮母啊，讲看伊要去无？因为阮姊啊，英国伊正前就是咱厝诶拢无去，伊买厝啊，就是讲伊生囝诶时阵，遮一寡重要诶代志，咱厝诶拢无人去啊。我想讲即届伊毕业啊，想讲若讲佫无去诶，感觉怪怪诶。无啥礼貌啦吼。无啥礼貌，我就问阮某讲无要紧啦，你就去啦。你若会惊，我陪你去啦。所以你即届是去做随行人员的，其实。随行人员，随扈啦。随扈的概念啦吼。随扈，迄不能去钱嘛是爱迄个。随扈爱出的对啊。爱出啦，对啊，该出啦。所以随扈爱负责出钱的对啊。家己的钱啦。你家己的钱，毋是恁妈妈因的钱，你免出的对啊。我妈妈的钱是阮姊仔出的。加在你只要出你家己的。但我出2个人的钱，我们就我就爱请温中，佮爱去做导演做10届，我去遮趁。而且薪水也无够死。对，因为之前温中已经有演小剧场的戏吼，迄阵演的是一个夭寿的出头吼，就是。伊咧讲鸡仔的故事，也毋过伊个尾仔的结局，互淡薄仔去鸡母配。然后因个足故意的，因就是超故意个分迄个炸鸡块互人食吼。较巧的，就是还未戏还未演就先食。阮即种戆的啊，就是想讲无戏演煞再来食，结果根本都食袂落去。食袂落去啊！阮伫拄仔讲着这顶回我家己做的作品叫做鸡鸡好吃啦。迄阵是两当前嘿对。2024年迄阵，我因为主要是我咧金枝演社是算足久啊，就是20多年安尼。阮的制作人会问问我讲，你拢做演员，你敢有想要做家己创作？我想讲，敢若时间嘛差不多啊，因为应该会使试看卖讲家己想要讲的代志。所以2年前迄是第一出哦。对，第一出啦，算我第一出。你之前无做过导演？对，应该是讲在金枝第一届是有卖票的表演的做导演啦。我以前学生时代当然是嘛是有做过导演的，家己社团咧耍的迄种。学生无算啦，就是做职业演员来讲，这是第一届了对啦。对。你的人嘛介变大咧。无啊，因为你像讲演戏，做导演爱过的
爱顾的代志，就方方面面拢爱顾着吧。其实迄是足困难的代志，而且压力嘛会较大。所以你拄仔准个讲的就是2024嘛，我头一出，你讲互送观众食假拜嘛，对无？因为我迄出戏就是用假譬如人来讲，因为迄个故事就是咧讲，咱人一生当中是毋是自细汉你就去用假设讲，你几岁安怎？譬如讲你小学读了，你爱读国中头你爱读高中头你爱读大学，大学毕业了后，你查甫就去做兵当来就爱找女朋友，看结婚生囝呢。在即个人生的道路顶悬，敢已经设定好，但是我就感觉讲，其实应该毋是安尼吧，因为你其实每一项人生得家己负责嘛。你爱想讲，我到底是毋是要安尼做？所以出戏主要是较侪咧讲即个物件，还有讲成功到底是啥？为啥你一定要变做有路用的人？即个话，即个主题啊。文中你家己，你甲苏凯恁两个人有遮尔啊？伫咧恁的成长的过程内底，你们有真的那么照着脚步走吗？其实我毋知，因为我甲苏凯算差年岁差较济嘛，差10几岁。我迄个时代其实我曾经就是在大学时阵啊，我就想讲，因为我迄阵较爱佚佗嘛，迄阵就咧算戏剧的社团。所以你本科系哦？无，因毋是本科系，我本身是读国际贸易的。高材生哦。是讲到即个例，就是变讲迄阵就是算社团嘛。算就趣味，就算无咧读册嘛。有忽然间就考试，我想讲惨啊！我要用2艺要安怎？我人生就乌有啊！我即摆伫即个道路顶悬，我若去用2艺要安怎？我就不，还是我家己来去自裁好啊。就是迄阵就是有即种，对我来讲就是我人生敢若是我应该行甲大家共款的路途安尼，才是正确的。他毋免惊遐，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曾经有即个经验我迄阵其实我迄阵较少年，我想讲我若是学伊就去做兵就好啊，我想要怎么看？但迄阵就是会面临即种压力，即个物件就一直藏在心内嘛。所以经过遮尔侪年了后，就想讲要创作家己一个作品的话，我就想讲用即个大概即个方向去试看卖，对。苏凯丽咧，你的过程够叛逆一下，叛逆啊！就是讲你是照着路，嘿啊，你是照着路走吗？还是怎样？我敢若自囡仔到即摆，我拢无替家己想讲要安怎啊？真的哦！我敢若拢无规划，就是讲有啦，就是正经大学的时间，有想讲也是归去来去做老师安尼啦。因为我高中考大学考煞了，我有去接一寡迄就是补习班甲迄个家教嘛。我想讲，敢若教人，敢若教册即个代志，我敢若阁袂歹，算阁会使安尼。我无规去，规条阮母啊嘛是学校的迄个教书嘛，我想讲规条我毕业来做教书好啊。我想迄阵苏凯就无继续做，无伊即摆就是补教界名师啊。对，补教界杨老师啊，是咱常常会教的。对。所以就行歪路，行来。就安尼。毋过因为迄嘛无算是讲我感觉我一定爱安尼，还是讲我介意安尼，只是讲我感觉家己会使安尼尔。就大学毕业的去讲，我想讲敢真正要安尼。就想无算啦，因为阮学校咧歇落的时拢会办一寡迄个活动嘛。就是请一寡迄个高中的迄个学生来佚佗，就爱写剧本啦。我迄应该是我第一届写剧本啦。我想讲写剧本即个感觉袂歹，真趣味安尼。无规气就先去做兵，做兵做煞了后，来去考看卖，敢会使考着研究所无？若考有对的话，就去读。读毕业了后，才来看讲是要搁转来做老师，还是就我转来啊。结果你就考着研究所。结果就搁无转来啊。你考着啥物研究所？台的迄个戏剧研究所。所以你算本科系的呢？我嘛无算，我嘛半路才加入的。无咧，比本科第一讲像迄种大学就是北艺大就，迄才算是，迄才算是迄个，迄才算是根正苗红。迄个血统纯正的对啊。血统纯正的，阮家拢米克斯的。
我就不，咱拢行情无够，咱若行情有够吼，你嘛当考虑想一个办法，迄阵就母我讲囝仔家己百外斤，就免去做兵啊。我无法度，还是痛苦，做兵就去做兵就安尼啊，尔有啥物好迄落诶。干，你讲到这，我是咱即摆是，你讲到这，咱我想我之前有真正有一个朋友，真正家己食甲足大箍诶，嘿，啊就免做兵。有啊，我以前嘛有一个同学嘛是安尼啊。但因为伊食甲想要自杀，因为足痛苦诶。你像我较早拢想讲，我会当去做兵啊，我虽然看袂到，我会当去迄个女青年大队俩零啊。女青年大队安尼嘛袂歹呢，对无？嘿，因都不爱。干嘛去迄个男青年大队？不爱。无爱。刚好你劲，刚好你劲。然后阮中即届甲迄个苏凯两个人啊，就是搁再合作一出新的戏啊。阮中共款是负责做导演，啊苏凯共款是负责编剧。啊，阮中内你哪毋爱家己演啊？因为准个讲，即届第二出嘛，因为第一出迄拄头讲支持老师，我是家己做导演，家己落去演。因为迄出伊其实是有两个演员，我是其中一个。即届即个，阮即出叫做有 level， 有 level， 剧名叫有 level。为啥？因为即届是高卡戏，一人讲的 solo 嘛，一个人舞台顶甲一个演员。有两个点我无想要落去演，原因是因为我无介意演一个人。一个人一直咧舞台顶，拢无其他对手的时阵，我会惊吓。因为你爱面比高人啊，还有你有足侪才艺安尼对，我就较普通啊，所以我想讲买好啊。过来第二点就是因为即届即个故事是甲我本身的经验去出发的，所以我惊讲，我若真正家己去演的时阵吼，我惊我怎啊入戏太深安尼。比如讲家己伫舞台顶，伫就艰苦啥，可能观众嘛看无有啥就艰苦啊，就无好，因为人咧讲，上惊的就是看到表演时，看到演员就自溺。观众咧，我知影你咧哭，我知影你咧笑，我知影你咧生气，我知影你咧家己世界，但是我毋知为啥，安尼就其实就尴尬。就是自顾自啊。对啦，自己很嗨啦，别人毋知你咧嗨啥，别人讲，所以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即道我就想讲，我就做导演就好啊，我莫落去演，我就找着一个真好的演员，叫做洪建长，真幸运啊，有这个机会当甲伊合作，伊拄好嘛时间会当，伊超级无用的，伊即马就是算剧场内底就请了一个演员就对了，名角就对。对，会使安尼讲啊，当然是。你当面甲讲，伊一定讲无，伊嘛是足客气的，对。苏凯，你其实你即几年你甲真侪人合作，你帮真侪人写剧本的，嘛无真侪人，就是也有几位啦，吼。少啦，系啊。苏凯嘛是有得奖的呢，吼。对啊，你高山问题。我会当甲苏凯合作嘛，是算我有烧好香。你这古早问题的代志。毋过我要问的是讲，苏凯，你因为你合作的对象伫拢无共款，每一个人的个性其实拢无共款嘛。你和阮中合作的，你这是算第二届。你感觉你咧合作的过程，因为当然恁平常咧工课拢做伙啦。毋过这个过程就是大家的心情会去交流。然后伫个过程内底，你感觉阮中伊的特质是啥？伊希望的物件是，你感觉有啥物个性的特质？哎呀，我嘛捌听过。我讲下，对你讲。通常这是啉酒才有问的嘛吼。我感觉才对，因为我昨日你暗时拄好在讨论另外一个戏的迄个 slogan， 就讲女朋友伫咧开讲嘛，就讲到即届甲阮中安尼合作的即个感觉安尼。我就讲，我感觉阮中伊是一个，伊有两个面呐，就讲一个面是，我干，这间袂使，安尼咁好，就一直就推翻，唔是推翻，伊是会一直在问家己讲，问家己问边仔人讲，安尼咁好，安尼咁袂使，安尼咁有好看，安尼时间够不够？我感觉是因为阮中伊正经拢是做演员真正做导演的即个机会无济啦，所以变成讲伊会较无自信，讲伊的即个想法，
演员敢袂接受，还是讲观众敢袂接受，还是讲这想法是不是就low了安尼？我感觉其实袂，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对同一个故事的看法甲想法拢无共。嘿啊，只要你真正有去甲即个物件去看过，去接入去，你想的即个代志，除非特别讲你讲我想要演员飞起来，这就可能较困难啦，因为咱人就是想喊过，人就是袂飞嘛。想喊过的代志就免想。对，这就免想啊。所以我感觉其实这是我感觉阮种有时阵会有即种无够自信的即个所以伫边仔像建总啊，像华轩啊，甲我，阮会讲，无要紧啦，这会袂啦，你是一般安尼想，你得先做看觅，先试看觅嘛。来讲咱试看，因为你无试，咱拢是甲伫遐咧想尔你试过了好，安尼咱就好，安尼就叫安尼。无好，是倒位无好，安尼要哪改？是抓牢，还是要规个拍掉安尼？这个拢爱先做过，才会知影。对。有当阵是可能，我感觉有当阵，若讲阮种伊针对一个伊真正就想要爱的物件，是伊会真冲啦，就讲好，我要安尼，我要安尼。虽然讲伊会冲，毋过你甲讲，阮种你拄我要安尼做是因为啥？伊嘛是会甲你，伊嘛是会听，因为若安尼问可能就代表讲，我可能感觉讲倒位敢若无啥拄好安尼，伊嘛是会听，听煞了，伊可能甲我讲，这我知影，我知影有这个问题，毋过我有完想要安尼做，若讲安尼讲的话，我就知影讲好，伊有想过，伊思考过啊，伊决定讲要安尼，这个可能无特动的代志是，伊条故意要落里遐，安尼我就是有底气的这样。我就袂可以贡献，所以我感觉阮种伊是一个，同时伊有一个犹豫、不自信甲嘛有一个就坚决就冲的这两个面安尼啦。我若无记忆错误啊，我若无记毋对的话，阮中你的个性内底有一个部分是较悲观的，对吧？对啊，伊是啊。甲即摆嘛安尼嘛。对。是嘛吼？我记毋知啉酒啊，啥你讲的？你讲较早种想讲活到几岁，40几岁就好啊。活到30岁啊！我以前愿望是活到30岁，我就会当离开这个世界啊。嘿。我即摆甲，比如讲甲阮剧团伙伴讲，我讲我即摆40要50岁啊，做30岁以后，我拢是行尸走肉啊。干！我之前嘛拢是讲无人活到35就好啦。嘿。因为我即摆35想干，咱搁加5岁好啊，我到40。即摆毋甘啊，对啊。悲观的部分来自就是讲，因为这个世界，其实人对这个世界无好。对。人对这个世界无好，毋是这个世界对人无好。我感觉讲，你既然是安尼，你无法度改变的话，安尼就好啊。大家莫拖磨啊，安尼对啦。所以我感觉我悲观的所在是来自这个部分。所以你感觉咱人对这个世间有亏欠的对啊？对啊，因为你好不容易变成一个人，你伫咧破坏这个环境，还是破坏什么代志？但是你有自觉还是无自觉？你若是有自觉，你就真正是歹人；你若是无自觉的时阵，你就足戆的啊。对啊，所以我嘛无可能讲去看到一个人，讲你毋通安怎，我若毋是咧传教啊啥。我讲我家己会当做，我就尽量做嘛。你别人安怎，我无法度啦。对啊，所以我悲观部分是安尼。所以其实我的创作内底拢是有这种悲观的部分。所以比如讲，拄仔讲的这好吃这出戏，其实嘛是一个悲观的，有一个从悲观的开始来做这个代志。上新的这出咧？上新的这出当然嘛是悲观啦。讲的上新的这出有伫咧无？这出戏哦，其实这个有想要搁做第二出戏，就是咧第一出戏机智好吃迄阵，拄我演出时阵。演到一半，我就讲中央休困，我就甲阮制作人就是慧芬咧开讲，慧芬，我感觉今即届做这机好吃，我感觉做了，敢若有留了有趣味安尼，做导演安尼有留了有趣味。你若讲后盖有机会，我会当搁做，我有想法，你当阵就有两个想法，想要去
讨论的主题。迄阵就是有两个，有一个，迄阵就看到一个社会新闻，就是看尸，看尸体，就是迄个社会新闻是一个后生，因妈妈，妈妈可能破病，就过身去啊，咧厝内过身去啊，因后生当然可能是一寡精神的，可能精神有一寡状况，但是较无遐尼啊，无发现这个代志就对了。无发现因老母过身去啊，所以就盘尸嘛。变讲敢若是一礼拜了后才去互发现。人冲入去因兜的时阵，伊嘛是戆戆坐咧门床边安尼，嘛毋知发生啥物代志。所以当初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感觉讲对我来讲冲击足大啊！我想讲哪会安尼？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这后生是有啥物想法？所以其实，但是因为迄新闻其实无写了，细节无讲写了足明足济，所以我就想讲，这个主题，所以我就紧甲拄开讨论讲，我有看到这新闻，你看你有啥物想法？就想讲，这个主题哪要做的时阵，其实因为咱无可能去访问迄个后生嘛，对啊，你也无既然你无这个机会去访问人，你变成讲我若要想要去做这个主题话，我就变成讲我来家己编故事啊，家己想象，对。但是家己想象的过程当中，因为这是真实的社会事件，你用想象的去斗这个物件，其实有的时阵会斗起来足奇怪的，对。所以这个想法暂时就放咧边啊。这个当中，我阁看到一个，迄阵美国甲罗西亚咧冷战的时阵，因咧烧饼讲想要先去太空，对无？太空竞赛安尼。迄阵因为一开始就先甲火箭先射去天空，过来就是爱载有机的物件，尾俄罗斯迄阵就送一只狗去哩，送一只狗喺太空。因为迄阵我可能看了无足详细，我迄阵看了我一粒阵，迄只狗一直即晚搁咧太空。我讲哇，那安尼有够残忍的呢！这就是讲倒来讲，人类咱人，这个动物，这动物对世间无好啊。对啊，你为着你家己的，可能你想要知影安怎，是你要得到啥物好处，还是利益的时阵，你牺牲其他物件拢袂要紧。我感觉这代志我就会想讲，到底成功要创啥？为啥要成功？你成功牺牲遮侪物件，为啥物你要做遮个代志？所以当迄个时间有这两个主题，拢互我真有兴趣。当然迄阵，尾我知影其实迄只狗咧发射无偌久了，火箭发射无偌久了就死去。是啊，伫咧太空死去啊，对。伊尾是有落落来地球了，对啊。你讲迄只狗？对，迄只狗。伊有法度落落来地球，伊无伫咧搭迄个。因为太空舱就是咧地球轨道运行的时阵，伊时间到，伊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慢慢救回来，Q 等啊安尼。我就想这两个主题，尾就就是旧年还是主年，共款就是外国有一个团体拄好咧讲即个太空狗的故事。主年，主年。对，我想人既然而且伊是完整的，甲即个故事讲出来，伊阁是用儿童剧，就是儿童剧的方式去做。我讲伊是其实已经讲足清楚。当然，我若要去做，我无可能去讲迄个故事，我是要做即个概念去延伸其他的想法。对。因为有这两个想法一直咧头壳内底嘛。拄好是共款是主年时阵，阮老爸身体状况出现一寡问题。我忽然间想着，我突然意识到讲，我可能要面对这个人即马定咧讨论的一个议题，就是长照这个。对，所以我迄阵就想讲拄我迄个盘丝也是太空狗这个物件，其实某一个频道离我有较远一点。即马现在是因为我家己拄着这个长照这个代志，所以我想讲，我就跟甲苏凯讲，我即马要做，咱有这个，我另外有这个新的想法，毋知你感觉？我甲苏凯讲了，其实苏凯嘛是因厝内嘛是有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对。对，时代年岁较大迄种。对，我想讲，好啊，安尼，无咱用这个主题来试看嘛，来做这出戏做有伫咧无安尼，所以这出戏会发生的原因不一定是差不多是安尼。所以这出戏这出戏内底故事简单来讲是迄个一对爸仔囝吗？对，一对爸仔囝，老爸甲后生。对。后生是有自主能力的。对，后生是
有自主能力的，对。伊在甲因老爸讲嘛，对对。老爸是卧床吗？还是失智？阮是设计是卧床啊，失智边缘。哦，其实我感觉失智这个代志，你变老本来就是一个失智的过程。自然老化过程你就是记忆你记忆本来就歹。有的是真啊破病，迄就变足紧，伊啥物人拢袂记。这种情形。为了要做这出戏，所以阮迄阵就去找一寡资料来找，一寡找啊。其实要找这种资料，其实无讲介济，讲真。尤其是台湾，因为台湾普遍这个物件，可能搁咧资料搁咧收集，搁咧整理。阮就看到迄阵阮就甲这个想法甲阮的制作人讲，慧芬嘛知影讲。忽然有趣味的代志，有一天慧芬来问我讲，你知影长照杀人无？我讲我知影，长照杀人够久啊，够边啊够啊无法度啊，就是甲1个月人杀死啊，无就是。2个做伙去死，就讲你知影长照杀人通常会偌久会发生？我想讲，这一定是从无超过5天以上嘛，挡袂牢啊嘛，5天已经挡袂牢，我无法度啊。结果讲毋是，其实平均半天1天就会发生啊。对，其实迄阵我就心内想讲，我心内是足下课，你讲啊，哪会遮紧？但是这个我感觉小下课的过程当中，我忽然感觉讲。我会当理解，因为就是阮老爸，当然阮老爸其实我毋是讲主要人去照顾，过程你就是有迄心情哦，拄好咩出着，我就讲哦，原来是安尼，所以我就想要来讲即个长照一个故事。当然我毋是要，我的戏毋是要甲大家讲啊，你要安怎，你就会较好，还是安怎？我就是要甲你讲一个即个情形，我。有迄心情，我要安尼，家己要安去面对即个代志，对，因为这边你上亲的人突然间破病啊，咱以咱的教育来讲，咱是讲，比如讲父母若破病，咱身为逝世，去甲顾，迄是真正常的，对无？因恁老爸老母是自细甲伊饲大汉，你爱友好啊，我嘛，就是我的心情是，我知影爱安尼做，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我感觉。我阁真正足无想要去做，我感觉产生一种矛盾心情。我想讲，这物件是干那我安尼想吗？是因为我较不好，还是我较自私，还是其实可能大家聊啊心内拢有这种想法。所以我想讲，若是有这个机会，透过这物件，好来看观众，不管你有面临到这个长照还是无，拢袂要紧。至少，若是有个人，你可能讲哦，原来嘛有人甲我安尼共款安尼想，伊可能心情就会放较轻松一点啊。我是安尼想。苏凯，你长照的时，你是主要照顾者吗？我毋是啊，不过我感觉我会当补充就是讲，其实我感觉这个代志，长照长期照顾这个物件，我感觉伫这戏内底，其实伊对我来讲啊，当然这是我代表我个人啦，就是讲这个代志，伊毋是一个上重要的。物件，毋是要甲伊讲爱安怎照顾，安怎照顾，一步一步安怎。对啊，嘛毋是要讲即个物件倒位，佫会当改善还是安怎？对我来讲，我感觉这戏上重要的是讲，就是囝对老爸即个代志，就讲，因为其实即摆你若讲是讲戏剧的话啦，其实囡仔甲妈妈的戏真济，对，其实种有咱讲啥物有毒的迄种关系啊。介这东西就是无仔囝，还是就是妈妈传承给小孩，还是做囝甲老母安尼。啊，敢若老爸拢是一个较，无就是缺席，无就是一个较父权的这代志。要不然就是很难定义的状态。对啊，我感觉对我来讲，这戏是讲，其实这种有毒的关系，其实爸仔囝嘛是啊。因为我想着讲，我家己的话就是，我细汉甲阮母啊较亲嘛，较亲啊。其实阮老爸是一个足好的人，听讲就是伫三个囡仔拢足细汉的时，拢是咧，互人无，拢个咧迄个包，就是还要
是阮爸爸一直咧顾，啊啥囡仔拢就爱去找医生。啊，毋过你拢无这个记忆啊？我这记忆啊，毋知影为啥，到有记忆会晓讲话了后，就拢是，敢若拢是母啊咧陪嘛。啊，我就想讲，是毋是拢安尼？就讲囡仔对老爸，毋管是囝还是做囝对老爸，是毋是拢毋知影较毋知影要安怎去甲老爸去讲话，还是安怎？啊，老爸是毋是嘛较袂晓去甲囡仔讲一寡代志？无毋对。是毋是有当时因为安尼，所以即个老爸伫可能你囡仔的事，还是讲你较少年的事，还是讲其实即摆嘛有可能，伊可能有讲一句话，还是做一个动作，做一件代志，互你感觉讲，你甲即个老爸的迄个记忆足远的得有一种亚生，还是讲一种烦，还是讲讨厌的迄种感受着得浮出来。我来讲，我感觉即个戏对我来讲，我个人感觉较重要咧讲的应该是即个爸仔囝之间的迄种关系啊。我了解。就讲我知影你对我足好，我知影其实你做老爸无得嫌。毋过我就感觉讲，有当中我就感觉讲，就是天线对不到，频率对不到。毋知我毋知，就是感觉你要讲你拢无陪伴吗？嘛袂使安尼讲。毋过你要讲你有陪伴吗？敢有？敢若嘛无，嘿。敢若嘛毋是安尼。我感觉我想要去处理即种足复杂的迄种爸仔囝的迄种关系啊。因为台湾人的个性的关系，导致这个查甫甲查甫中间，尤其是上下之间的关系，拢怪怪，拢怪怪。啊，毋过你拄仔讲的，恁两个讲到的这拢还好吼。恁两个讲到这，当然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嘛吼。比如但是我要讲的是有一种情形要搁较残忍。迄是我毋知迄要算对象残忍嘛吼，迄要安怎讨起？你知有一种情形是，你甲即个囝甲老爸的关系都是足歹，因为迄个老爸可能本来就男烂配摊毋正人。当即个毋正人有一天伊还互你长照的时阵，迄才是恐怖的时阵，因为你到社会价值叫咱来甲伊长照嘛。吼，毋过咱的心内想法是讲，你欠我就要叫你长照。也无讲安怎嘿。但是颠倒点来讲，最简单来讲，其实对我来讲，若是真正卡输讲，阮老爸就是你头拄仔讲迄种毋正人、烂烂人啊，跋筊啉酒，啥物，算查某，啥物厝内拢无顾即种代志。我若是有一天面临着伊有代志啊，有人照顾啊，我感觉我颠倒会较轻松啊。我讲我袂啊。对，我感觉我嘛是。你的选择是安尼嘛，对吧？我感觉我坐着就是讲好，安尼无要紧，我开钱，甲你送去安农院。对啊，安尼，系啊，我有钱我就甲你送去安农院啊。我尽我该做的代志，我做就好啊。我讲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迄种人，我就是迄个人。所以你的心情是安怎？我当初做的选择是，我就私利想叫你的名叫阮老爸。我私利啊。我私利啊，我无可能甲你拼。我著甲你拼，我安怎拢输嘛。所以我开真济的时间伫甲家己和解。就是讲，因为我甲你拼无路用，我干脆甲我家己和解。我甲我和解啊，咱就想讲，路边若有一个人受伤啊啥，咱嘛会替叫救护车嘛。对无？咱就当做是安尼吧。嘿，所以我招阮弟弟妹妹，我是甲因讲，咱尽咱的气力，也毋过咱的先决条件就是，咱的迄个不能有一个人倒下，然后不能有一个人的家庭生活在这里面受到干扰、坏掉，对，嘿，一定有影响啊，就是讲袂当回归拍歹去。对。所以我来讲，这就是其实像俊杰的经验，甲我的经验，甲苏凯的经验，其实每只面对的物件，真正拢无共啊。所以我法度讲，你着安怎就好啊。对啊，因为这变做私人的感情的代志。甲任何人安尼。我感觉
因为病人甲后壁伊会拖偌久，咱是毋知影啦吼。毋知啊，会变好还是变歹，咱嘛毋知影。迄个时阵呢，我颠倒感觉咱爱跳脱咱甲伊本身本来叫做啥物关系。我感觉啦。安尼较好思考代志。比如讲，我们不再叫他爸爸。这样我们心里，我们现在处理一个长辈。你无从选择，你就是要照顾他的长辈。然后安尼对这个角度出发的时候，较清楚家己要安怎，无你会有真侪迄个包袱啊。感情的代志。毋过我讲到这，我感觉讲，其实咱拄仔讲的就是稳定的状况，可能甲我较相像。俊杰状况是，我我较特别的。我感觉其实讲起来，其实拢算是，拢甲你拄仔讲的是，咱是找一个讲法来甲家己和解啊。对。我感觉其实是会当去通的啊。我都想讲你拄仔讲，先莫去想，莫去看讲咱伊甲我是啥物关系。就是把位置拉出来啦，我们不。对，我知，我拄仔就想讲，安尼是毋是嘛是一种在相撇，还是讲莫去想这个？毋是莫去想，是讲不要把那个东西一直加到自己身上。你比如讲我就愈想愈批面啊。系啊，我想看你啉酒跋筊娶查某的时候，我咧欠学费的时候，你也毋捌处理着啊。你一世人我拢替你行缴销，我拢咧甲你照顾，你甲打个放互我拖，你实在足无站实的。那安尼我会想袂了，你敢知？对啊，所以与其如此，我就感觉讲无我跳开我甲伊的关系，伊就是一个有需要的人。嘿，断舍离啦。伊是个有需要的人嘛。咱就用伊有需要的来服务伊，袂当做讲伊是咱想的时阵，你就不会有心理负担，说我会家做伤济啊，伤少嘛。我感觉俊杰这故事嘛真好，咱若即出做了袂歹，可能第二集安尼，会使啊！我这故事精彩啊！我这最好耍的。去切入安尼。毋知影俊杰来演安尼。我是要来演啊！你就讲，今日要来甲大家讲一个不要讲的故事。所以这出偌长？这出今嘛现出是差不多50几分钟啊，无到1点钟啊。国家戏数咯安尼吼。这长度差不多无会伤长。是讲表演者可能负担会介大。对。而且因为迄个演出的场地嘛较细。对，阮即届选择的这场地其实是非常的细。你迄个场地足粗残的，比咱伫金鸡的排练场要搁较细吼。细个细就细。金鸡排练场咱算讲真诶是咱豪门啊，莫讲豪门啊，是咱较幸运啦，有遮尔好的环境来做排练。我即届演出这场地比阮排练场超1/3无够。对。所以观众会当敢若看到演员的毛细孔共款呢。不做是因为即届表演者甲观众的距离其实是非常挖近的，对。真正你会当感受到表演者的呼吸。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面部的表情。对，这拢是足挖近。迄差不多就是你去表演者引导客厅，坐伫遐看伊演戏安尼的感觉。第一只我问一个问题吼。咱拢思考的是观众看到表演者遐尼近的角度，对无？我请问一下，以表演者伊的角度，伊离观众遐尼近，伊随时会当看到观众伊面的表情呢？伊做每一个动作，伊马上就会当感觉到迄个观众欢迎。而且是足血淋淋的，伊的心理负担会足大的哈。以我个人来讲，我感觉当然一定会较紧张啦，因为你毕竟遮尔挖近，你目睭对目睭，你若略有闪瞥，人随看就知影。对，所以对表演者来讲，这嘛是真大的挑战，就是讲你爱伫遮尔近的所在演互观众看。对，这个部分当然阮即届请的这个建筑应该是 OK 无问题啦，因为我是无实际上问伊这个问题啦，嘿啦。我记因为之前我甲伊咧开讲的是，伊有讲做 solo 这个代志对演员来讲，伊个人感觉讲伊是一个。人中文讲的壮游啦，伊就是离开你感觉较舒适的迄个舒适圈，迄个环境啊，你家己等你去一个真正足袂省，就是有了了危险的迄个所在，非常危险吗？真正足危险的啊，危险的，因为你有可能会被观众干扰啊。
会哦，对嘛，所以你爱就清楚你头壳内底物件，你在即摆咧做啥物代志，对啊，所以变成讲非常坚定啦。对啊，所以变成讲我会记用我有听一寡北医大毕业的演员，因拢讲，因的迄个学校拢讲，等老师甲你讲，你会当做所有事，就代表讲老师感觉你的表演的即个技术已经是非常好，抗战嘛，啊，你一定爱经过做过即个 solo， 你才会当去甲即个坎啊，甲伊下过安尼。哦，我迄坎我下袂过就是安尼。无，我有一个办法，因文中你需要迄个对手啊吼。你就讲你需要一个对手嘛，对吧？你讲你后盖招我，啊你变规包我看袂到你咧创啥，我甲你做对手。安尼会使咧吼。啊，我来说，迄个第二集吧，就总个先帅讲，我要来讲一个不要讲故事，啊，这个囝叫做什么，运动出来安尼。这袂歹算哦，这袂歹算。会当思考者，真诶会当思考。啊，毋过我伫访问诶即个时阵啊，我爱甲我诶听众讲一声歹势，就是因即出戏拢总有6场，然后伊每一场只有20个观众，是嘛吼？对，20个。而且迄个文中因有讲搞不好啊，拄我外口若有一个阿送咧骂新妇啊，搞我嘛会听着。因为迄场地就是算讲，你著咱听众朋友咱想象就是讲，伊就是一般咱古早迄种徛梯，就是边仔拢是街仔路，隔壁甲隔壁拢相连的。所以变讲，其实我当初是会去选这个场地嘛，是因为苏凯讲，迄场地足细，但是我毋知到底偌细。讲伊可能讲伊帮边仔人讲，两可能听。我讲安尼袂歹，真趣味哦。因为即出伊咧设定即个舞台，其实就是咧一个厝内底，你厝诶，嘿。所以你家己咧做时，你若较旧诶厝、旧诶小，当然新诶大，即摆啥物亲密窗迄著莫讲，对吧？咱旧诶，你时常拢会听着隔壁、厝边隔壁咧讲话，啊，无就是炒菜咧咔咔咔迄种声嘛，即就是足生活诶代志。所以讲对我来讲，即个场地我选择即个场地，我感觉这是某一个部分吸引我诶所在。这是一个真刺激诶试验。对哦，且上准诶讲，可能边仔拄然间你演出拄伫。大家咧骂新妇啊，还是咧啉酒空咧过去交两句安尼对无？拄好真正有一个老爸咧发囝安尼。对啊，我感觉就是一种就生活的代志啊。然后你这伊选这个场地啊，对访问的主持人来讲嘛是真大的挑战。为什么？因为我咧访问的时候，伊票袂了啊。对。听众朋友较歹势，这你的各位我没有糊弄你们，就是讲我还是想让大家知道说有一种演出方式是长这样子的，然后因咧思考的代志是啥物啊？虽然这个互你看有食无敢若演，啊，毋过大家那你若听了有兴趣敲碗嘛，我想应该开始真侪人去敲碗说要不要加场，或者是可以怎么样之类的吧？有啊，因为进前建总伊去一个阿迪的迄个。节目嘛是讲啊，你毋是票拢已经了啊，啊不然呢，今日若听着观众朋友，咱明仔载开始弄啊，包一个游览车来驶去迄个金鸡啊，坐伫遐开始讲，紧诶加场安尼。对啊，无干脆踮咧咱诶排练场加场嘛，袂歹啊。这嘛是一个可以啊，当然啦，就是虽然讲票即马现在是已经算讲袂了安尼对啊，但是就是赶快像比如讲做个节目，甲大家讲，其实即个社会某一个部分嘛是有人咧关心即个长期照顾即个代志。你可能即届可能无机会看到即出戏，但是你因为你听到咱即一个 podcast， 你会想讲长期照顾，来去了解一下，去了解一下。去设想家己有，若是有可能有拄着时阵，我要安怎调整我心情安尼。我感觉这嘛是一个好诶代志。无就是是讲拄啊好，你嘛在思考你甲恁老爸，是讲你甲恁厝内人一寡关系是听着，我感觉嘛是会当去思考讲你要安怎去调整一下。而且这个戏的名实在是足有趣味的啦。嘿，恁安怎号这个名？当初是讲有这个名。其实因为譬如讲咱拄仔讲。这部拄开始讲迄鸡鸡好吃，其实迄出戏我咧做时，我一开始我就想讲，足紧就想讲我，比如讲我舞台要生安怎，我演要生安怎，我演员要安怎配，我剧名或者啥物名，等到是第二出即个，一开始
讲到即个长期照顾即个代志，我就迄个剧名，我就一直想袂出来，讲搭一个互我乒乓，就是即个名。所以我就是寻求帮助嘛，我就讲大家帮我想看卖，看即出戏号啥物名较好。所以某一工就是阮的制作人拿去汇分，汇分就讲，文忠，我想到啊，所以我想着一个名，你听看卖好啊，我讲，伊讲，佮合作有人伫咧无？我想讲，有人伫咧无袂歹。我感觉为虾米？因为其实你咧照顾人的过程当中，可能互你照顾人，其实伊无法度行动不便嘛。伊时常来话讲，有人伫咧无？伫咧无？有人伫咧无？像某咪人，你有伫咧无？这有人伫咧无？这伊讲出这名，我就随去想讲对咧。其实是一个，你讲是一个咒语好啊，还是安怎？其实你若是咧长期，还是讲短期，还是讲你面临着即种情形的时阵，你可能听即句话，你会感觉压力，心理的压力会足大啊。一开始是有人伫咧，迄阵阮的艺术总监的二哥嘛，咧边讲，卖甲人摕掉，变有伫咧无？伫咧无？咧讲的时阵，比如讲伊需要的。无一定是理解的人，还是安怎？伊就是需要，即个互人照顾的人就是需要。伊伫咧发救命啦，较简单讲，我可能是用咧发救命的感觉。我想安尼袂歹，所以尾也就决定即出去做有伫咧无。李湘因有伫咧无，其实伊嘛是一个，譬如讲，我即摆后生伫照顾老爸，因为阮之前有看一本册啊，迄册内底就讲一个案例咧，讲日本有一个敢若是。祖囝，伊咧顾伊妈妈，顾足久诶，顾到落尾，伊就甲迄个采访者讲，迄个时阵伊已经毋知影讲伊照顾诶迄个人是啥，是妈妈，还是讲是一个亲着伊妈妈诶迄个人皮诶怪物所以我就想讲其实有伫个嘛是啊，就是对后生来讲，即个老爸是啥？即个老爸是毋是佫是因老爸？即个老爸佫有伫咧无？对老爸来讲，囝敢有伫咧无？我感觉其实这个名有足侪意义的。而且就伊就充满了画面。的画面，每一人会对号入座的画面，可能拢无介共款。毋过即句一出来，就会充满了画面。是啊。好大家虽然你即件看袂到，可以开始敲碗了吼。咱们讲话头，你就知影画尾嘛吼。大家你就可以上金枝的这个一类粉砖开始去敲碗，开始留言啊，讲。对啊，卖我只加人无人来，加上加万人响应，一人到场。对啦，你也佮加6场嘛，才120个尔。系啊，我知，真正可应该。对啊，楼顶楼骹，我阿妈咧。敢若咱家己演员，还是咱朋友边啊，要带朋友来的，应该还袂排队着啊，因为一定拢先互观众先啊。对啊，对无？所以，敢若亲情，咱遮个亲朋戚友都还佫欠卡咧啊。今仔日伫咧节目当中，非常的欢喜邀请到文忠甲苏凯来做伙讲到即个有较严肃毋过其实是咱所有人拢拄会到的议题吼。然后，当然你可以在这一集当中，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题目，同时，你也想过有人是这样做表演的吼，伫一个敢若客厅的环境内底，然后跟周围所有的环境共融，迄亲像咱伫庙口的戏台嘛，是这个概念嘛吼。讲到戏台，你著今年伫个年底的时阵嘛，有一出新的戏，这个新的戏就真正要是伫亲像戏台伫庙口共款来为大家来演出，所以过一阵嘛，再个介绍大家知影。这是嘛真大出，这是真大出。我即马等咧写。等咧写歌，加油！今日非常感谢文忠，佮感谢苏凯接受我的访问，祝福恁演出会当非常的顺利，然后会当影响到每一个入来看戏的人。好，多谢俊杰，多谢观众听众朋友。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你可以上我的粉专，我每一集节目都会留下一则贴文在上面。你可以把你的想法或者跟我有一些分享的话，都欢迎你可以留言给我或私讯给我都可以。同时，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邀请你可以把你的收听平台分享给不一样的朋友。我们下一集再会。